讲到即马是去到泰国观光的旅游季节，为了要吸引观光客，泰国宣布对后个月开始到明年5月，台湾甲印度旅客入境泰国会当免签证，而且上长停留30天。因过咱台湾人要去到泰国，就要办观光签证，开1,200块。对11月开始呢，是免排队，也会当省这签证的钱。疫情影响全球旅游市场，进入寒冬有3年啊。为了抢疫后观光商机，泰国官员32宣布取消台湾甲印度入境签证限制，入境旅客会当免签停留30天，免签期限为11月开始到明年5月70。我们在沟通，希望能够都有一些优惠。因为当年的11月到过当年的机会，不是泰国的富贵，气候舒适是当地旅游大月。国内未少旅行社看准商机，除了用优惠价抢客，也看好泰国的免签政策，会让泰国旅游市场成长。预估整体在泰国市场注入活水之后，可能对整体的东南亚还有泰国市场可以再成长1到2成。这样的一个免签证，对于台湾的旅客可以省1000多块的一个签证费，是一个很大的诱因。以泰国现在来说，在疫后来讲，它的一个涨幅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。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，疫情进前108年，民众到泰国旅游的人数是83万人。继当年受疫情影响，当年减少，到去年才开始复苏。今年1到9月，更来到56万7千人。不过，泰国政府为了东京观光市场，早伫9月25，就实施中国旅客到泰国旅游为期5个月免签政策。不过，这项力度亲像无激起中国旅客兴趣。反映的是泰国很需要观光客回流了，双方可以进一步磋商啊，是不是双方可以变成互相免签的国家？泰国今年目标希望增加2800万人次的游客入境，唔望透过观光收益抵消出口等等，限制经济成长的影响。其实进前一直传出有民众到泰国旅游撒谎怪，也是挂器官的传闻。安怎和泰国旅游无安全顾虑，恐惊也是泰国政府逼观光，都爱先克服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